聖經小羊傳15章第1節，有幾個人從猶太下來教訓弟兄們說：你們若不按摩西嘅規條受割禮，不能得救。嗱，當日有一班嘅猶太人咧，佢哋唔能夠接受外邦人信耶穌得永生，同猶太人一樣信耶穌得永生。佢哋以為猶太人比外邦人高一級，佢哋係神嘅選民，所以佢哋信耶穌得永生，因為佢哋受咗割禮，所以都要求外邦人都要受割禮，信耶穌得永生先至得救。嗱，呢個係絕對錯誤嘅。今日我哋信耶穌，無論係猶太人，無論係外邦人，都係一樣因信稱義，信耶穌，單單嘅信耶穌就可以得救，好得無比。無論你係猶太人，你係外邦人都一樣，唔需要靠手割禮，唔需要靠手浸禮受浸，唔需要靠其他任何嘢，單單信耶穌就可以得救，好得無比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